行情后早，欢迎收看今日8月17公司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高雄竹。先开始，咱来关心国产的联阿预防社6月30申请紧急使用授权 EUA， 结果昨昏小数是宣布讲并无通过。小数表示，专家会议经过1天的讨论，尾也进行表决，有17个专家无同意。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预防社安全性是无问题，结果中和抗体数字无达到标准。 很遗憾的联亚疫苗昨天的审查的结果是没有通过。联阿新冠疫苗紧急使用授权 EUA 到尾审查结果公布，互外界意外是无通过。指挥官陈时中表达遗憾，是由署长吴秀梅是讲，15礼拜邀请药学、毒理学、临床医学、公卫专家等召开规天的专家会议，讨论联阿新冠疫苗专案制作申请案，到尾投票结果无核准。4人是补件在议。 有17人是不同意通过，所以不会核准专案制造。也可以继续再去执行第3期的临床试验。比较两支国产的新冠疫苗，高端血清抗体用转率99.8%，中和抗体效价662。6月15申请 EUA，7 月19核准通过。联阿疫苗6月27公布2期临床试验其中报告，血清抗体用转率95.05%，中和抗体效价102.3%。虽是伫6月30甲西药署申请 EUA， 也毋过经过1个半月，并无过关。 疫苗安全性可接受，具细胞免疫反应趋势，综合抗体数据显示未能达到锁定疫苗免疫桥接不劣性的标准。它的这个2个疗效呢，评估的那个基准都没有达到，所以我们没有同意它的 EUA。 联阿 EUA 无通过参加临床试验的受试者未来要安怎呢？但是中是讲会保障这个族群注疫苗的权利。 我们可以尊重他的意愿，什么时候来打？那可能请我们的专家会议来做一点讨论。食药署表示，联阿会伫印度展开第3期临床试验，未来敢若透过第3期的试验结果申请药证，也毋过时间点会伫明年。佮强调联阿无需要行完3期临床试验，会当伫其中申请药证，也毋过条件是符合当时公共卫生紧急情势。 也甲疫苗的采购是毋是也是无够的进行？联阿尾嘛发表重大消息回应，强调国内人体第2期临床试验进行中，若是人体第3期临床试验会重新执行效益评估。记者综合报道。联阿国产预防社并无通过 EUA， 联阿成机伫早暗嘛发出3点的声明，表示遗憾，嘛讲因会继续提出申诉。 联阿生技所生产的新冠疫苗无通过紧急使用授权 EUA， 伫16暗发3点声明表示遗憾。第1点讲，联阿大号 UB.612疫苗经过第1、第2期的临床试验，证实是高度安全的疫苗，会当有效诱导 T 细胞杀死病毒，抑个 B 细胞对病毒产生中和性抗体，中和性抗体效价挡真久。 而且会当中和大部分的变异病毒株，尤其是对印度德塔变异病毒也保护加原始的母原株同款的中和抗体效价。第2点讲，食药署一直到今年6月初10才公告，以 AZ 疫苗产生的对原始母原株中和抗体率价，作为新冠疫苗 EUA 免疫交接的认定标准，并无考虑目前侵袭全世界病毒株已经毋是母原株。 联阿认为疫苗会当产生的有效对抗流行病毒的变异株，尤其是德塔变异病毒株是正重要的。第3点讲，全世界疫苗专家的共识，拢认为免疫交接应该多方面考虑加比较，包括长期中和性抗体率价以外，也个应该纳入 T 细胞免疫，也个长期免疫，也应该纳入目前较流行的德塔变异株病毒做比较。 联阿讲将会向医药品采验公司 CDE 一个食药署 TFDA 申诉，提议以德塔变异株同时比较联阿疫苗加 AZ 疫苗所产生的抗体率价，并且用原本的2项统计标准来做免疫交接试验，客观评估中和抗体保护力。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做笔记型电脑的大工厂仁宝公司，伫昨昏是宣布讲，因要捐予资助基金会新台票1亿，支持资助倒出资助去买预防社的钱。仁宝公司是台积电、鸿海了后另外一间科技大厂出大钱买预防社的公司。
人保是表示讲，即届管的钱因会交予董事会对认。针对预防车交会时间，主席进程是讲，因买500万吨 BNT 的预防车，会甲鸿海台积电共款伫9月份交会，是由德国 BNT 的原厂送来咱台湾。除了人保公司进程，第二公司嘛有宣布讲，共款要捐1亿予主席，共款是要倒出买预防车的钱。镜头搁倒来咱国内，咱来关心高雄的桃园区出入的桥，互大水冲断去。民众调伫山区已经调超过1礼拜，虽讲直升机会送物资入去，但过资源有限，民众爱家己变巧，家己享茶，家己找食的。有学者是认为讲，目前溪床的石头伤济啊，所以要起桥需要较长的时间，是建议讲会当先去吊桥，方便出入。插头都会起来出大家事，家己种的竹笋也变作食材，加大水煮熟了后变做一大锅汤。大锅汤。交通中断，福兴梅山里的居民家己找食，无落市的山猪、溪边的鱼、野果、野菜拢是食物。因为直升机虽然1礼拜2摆空运物资，但过载重有限，无法度满足所有人的需求。没有饲料了啦。什么饲料？鸡料。你有养鸡吗？也个人家己想办法找出这当用行的路沿途程度路障，也将所种的金黄山影排落山去卖。不过一抓几点钟，效益有限。市府干部局将提供经费予公所驾驶永久性流笼运补补助。流笼的方案呢，我想建议说双线流笼是比较安全的。根据水保局调查，绿水溪水头游玩有惊人的土石量，扣走有5%冲到水尾，造成便道抢修，不时停落来，也予明白扩路桥修复时间久长，也充满变数。所以学者建议，三股另外道路会当考虑兴建吊桥。只要有一个吊桥啊，能够搭起来的话，那至少居民的生活、日常生活啊，能够靠这个，在这个半年的这个到1年的这个高风险期啊，走一个比较安全的这个地方。研议如何从梅山口到大关山，跨过我们台中的向阳这边，让一般民众来做一个进出。除了为高雄这边出入，居民也建议触通台东的南怀公路，虽然车程共行会加1点半钟，不过大礼拜会当外出补会，也会当放囡仔去学校，较袂影响受教权。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做伙关心今仔日日时高温小热，若过到了后，是西至西北风。咱来看温度。今日大台北地区甲山区过到了后有西北风，而且有局部大雨会发生。中昼的时，各地温度拢真悬，会较恶有热。若花莲、唱国、台东会到柑仔式的高温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机会。伫湘北、桃园也有南投、瓦近山区也是好过，是到黄色的灯号。若拜3、拜4，方面落南，北部的天气会变较无稳定。西半部、东北部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若拜5、拜6，又会恢复热天的天气形态。另外，伫东边的海面上，目前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上紧伫明仔下晡就会增强变做第12号的风台。不过，伊行的路线也无确定，敢会影响咱台湾，爱去观察。环保署有委托中央大学进行全国生活检测，发现去年全台湾雨水上界酸的所在是伫桃园的中立，酸度差不多是卡马岛接遮尔酸，酸雨的比率是6.3%，若北部酸雨的比率有3.4%。环保署是表示，造成酸雨的原因真多，无排除是天然气发电厂造成的。最近的雨是落假，不过有部分所在雨是较酸。环保局委托中央大学做调查，发现2020年全台湾14个酸雨的观测站，中立站测到雨水的 pH 值是4.96，是全国唯一一个测到 pH 值5以下的观测站，嘛是连续3年测到雨水上酸的观测站。以酸不酸我是不知道，反正同时越来越多了。做酸雨的情形，嘛互在地男性烦恼的绿头毛的问题。不过桃园市环保局强调讲，推动各种减少空气污染的措施已经有效果。今年监测的数字显示，酸雨的问题已经有改善。1到6月，我们的平均起来的 pH 值是5.52，就已经不是酸雨了。中立站测到雨水的 pH 值有较低，环保署研判甲附近的工厂排放污染源，也有落雨的强度甲持续的时间有关系。环保署表示，造成酸雨的因端是真多元，不过二氧化硫甲二氧化氮这几年已经明显有较少，也若造成北部地区的酸雨，氮氧化物的比例是较悬。伫空气污染的季节是搁较明显，所以袂当排除北部落酸雨的频率比全台湾搁较悬，甲增加兄天然气发电有关系。
记者综合报道。各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美国的国家海洋甲大气总署最近公布有7个国家也是地区牵涉非法掠鱼，另外阁有29个国家也是地区牵涉非法掠海龟。咱台湾伫这2份黑名单内底拢有互点名。美国讲会甲这个同点名的国家协商，若是2档内拢无改善，就会做出制裁。来关心自由时报，审计部发布去年中央总预算审核报告。伫去年11月份，咱国内有7个县市有38个村也是里，拢无伫发送警报的范围内，等于是有35万人拢收袂到警报。内政部表示，已经要求各县市去检讨，爱赶紧改善。来看自由时报，将调查局调查处的基隆站组长池淑良，防指控偷卖查扣到的毒品已经赚1亿6千万。法院昨昏是头一摆开庭，伊伫开庭的时当庭认罪，嘛讲调查局的管理是松松啊、零零啊。8当来，你掠到查扣到的毒品，拢无放伫固定的所在，啥物人拢知影毒品伫倒位。来关心咱国内昨昏有新增加8个本土病例，阁有2个大病入境的案例，并无新的死亡案例。指挥中心是公布有7个可能是注意放射引起死亡的案例，其中 AZ 有4例，莫德纳有3例。国内新冠本土疫情16摆1新增加8例本土病例，个案分布以新北市6例上侪，国内是台北市、桃园市各1例，无新增加死亡个案。本土的病例有8例。那里面大概还有2例是关联不明，那境外移入2位，死亡个案没有国内新冠疫苗注射也持续伫进行，目前已经有982万4千多人完成注射，疫苗注射率是39.04%，接触人口比是41.86%。不过也是有一寡疫苗注射了后不良反应的通报，事实有毋是真严重的不良事件。13至15中间新增加7例，可能像是疫苗注射了后发生死亡事件。有新增的4例AD 疫苗接种后发生死亡的不良事件，那年龄是在58岁到80岁之间。那另外同期间也有新增3例的莫德纳疫苗接种后发生死亡的不良事件，那年龄是在58岁到90岁之间。另外，对另外一间国产疫苗联阿 EUA 无通过，是毋是冲击咱国疫苗供应，互人芳愈济咧？但是中是讲，这就要看国际整体进货量，联阿无通过，也感觉真遗憾。不过也是爱照一定的标准来做。记者综合报道。昨早的预防射的登记平台是开放会使登记要做高端预防射，一开放的时网站就塞车。另外一支国产的预防射联阿预防射，疫情指挥中心伫昨昏嘛宣布联阿并无通过 EUA 审查。你好，麻烦一下帮我预约高端。16开始，民众会使来预约高端疫苗。早是10点一开放，1922网站就随塞车，到10点半左右才豆豆开放正常。除了家己就网络预约，嘛会使到药局请药师到3工，10点一到就有民众上门办理。因为其他品牌我是感觉说，国制的跟那个其他的都一样意思。因为它是长久以来的那种制造过程嘛，所以我觉得比较安全一点。今天为止，我们确定可以封签检验是等于是614204剂，所以是照着我们的规划的人数。那当然，随着如果封签检验如果再有合格的批数，那也不排除在这一波的施打的时候再加进来。高端疫苗15表示，已经向巴拉圭申请高端新冠肺炎疫苗的 EUA， 伫巴拉圭第3期临床试验嘛正咧继续进行。另一方面，指挥中心表示，联阿新冠肺炎疫苗的 EUA 审查结果是无通过。我们一共有22位的专家出席。主席没有参与投票，那21人投票的结果是有4人是补件在议，有17人是不同意通过。疫苗安全性可接受，具细胞免疫反应趋势，但另外一个综合抗体数据显示未能达到锁定疫苗免疫桥接不劣性的标准。联阿要伫印度进行第3期的临床试验，指挥中心表示，联阿会使家己评估，看是毋是要摕第3期临床试验的结果，过来是药师申请审查。记者郭不关场随台北报道。
国际上要紧，咱做伙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2亿例，死亡人数嘛超过437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10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5862例。中国的病例有94000多例，香港超过12000例，日本是超过115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3700万例，印度是超过3200万例，巴西超过20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是超过629万例，法国已经超过647万例。受Delta变种病毒的影响，澳洲的新南威尔士省一天新增加466个本土病例，当地政府打算要加严防疫措施。另外，有媒体即马是报道讲，变种病毒会互预防性保护力降低。有美国专家就表示，群体免疫的人口比例要达到90%，才有法度阻挡Delta变种病毒的威胁。也毋过90%这个目标真困难。民众伫车内接受医护人员咧做体检。澳洲新南威尔士省拄当着Delta变种病毒来咧烧话，染疫的人数嘛称真悬，14个一天，佫增加466例本土病案，这个数量佫再加悬。15嘛有415例，安尼，互当局决定讲要来加强防疫措施。10日开始，民众出外买物件运动，拢要限制伫咧徛价5公里以内的范围内。The last thing we want to see is more deaths because of this outbreak. But unfortunately, we know that's what we're going to see unless we reduce case numbers and unless we increase the rate of vaccination. In relation to where the most concerning areas are, they remain, of course, in Western and Southwestern Sydney. 违反防疫规范的罚款嘛，对1000澳币甲提悬到5000澳币。新南威尔士的省长嘛表示讲，9月和10月疫情会更加严重。美国当遭受到Delta病毒的损伤。疫情正严重的密西西比州疫苗的接种率有较低，不过当地人口较侪非裔人口，煞对注疫苗有犹疑。也若上早开始注第3剂疫苗的以色列，面对Delta病毒嘛唔敢大意。这礼拜3会来提悬新的防疫措施，包含全面实施所谓的疫苗护照，佫会甲军事活动甲管控较点定咧。不如个，当各国的政府当咧推塞注疫苗，毋望会当来达成群体免疫的时阵。偏颇社说报道讲，包含Delta变种病毒会互疫苗的保护力下降，说互群体免疫的条件就要有悬。美国传染病协会就预告讲，Delta变种病毒已经甲群体免疫甲有悬到80%以上，甚至到90%。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继续关心国际上即卖焦点，这是阿富汗的极端宗教武装团体塔利班进入首都喀布尔，占领政府机关。那欧美国家的大使馆人员得赶紧撤离，令当地民众有人嘛想要赶紧走去机场离开，甚至因的总统甘尼嘛已经流亡离开阿富汗。极端宗教武装团体塔利班为攻下一省的首府，到掌控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拢总只用短10天时间。前一天也伫镜头前就抓被中正军队绝对唔落台的总统甘尼，15伫核心幕僚的陪伴陪往塔吉克共和国。各地民粹专家讲，安尼做的原因是为了避免发生会战。几点钟了后，塔利班民兵就进驻喀布尔所有的政府机关。切利首领巴拉达尔透过影片宣布战争结束，因得到历史性的胜利，国会沿用20年前的名称——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نحمده ونصلي على رسوله الكريم وبعد وټول افغانستان مسلمان ملت ته د دغه درنو فتح مبارکي وایو خصوصا د کابل。规工落来，喀布尔街路不时响起爆炸甲机关枪声，欧美特例的专机、直升机，搁还一直伫喀布尔顶面出现。国际机场因为军事特例行动关掉民航机起降，因为一点仔拢无法度阻止为市民来惊吓不安，着急要走离阿富汗的民众。踮伫林桥坪为数几百名的阿富汗人，一度想要强行登上最后一班民航机，引起美军对抗鸣枪事件。另外，伫喀布尔银行门口是客满着急要将存款全部领出来的人。
虽然这一摆塔利班办事会议条一直讲，家己甲以前无共款啊，查某囡仔会当照常上课，也毋过伫进前，因所攻下的乡村地区，却传出圣战士强娶民女，甲下令13岁查某囡仔结婚的消息。也阁有捌伫外国世代下面工作的人，更加是互看作是需要深度的判断。دوره طالبانه که من خیلی طفل بودم مادرم مرا برده بود آیس کریم خانه و مادرم به خاطر از اینکه به چند لحظه روی خود مادرم لچ کرده بود طالبا به شلاق می زدن که با اونمو دوره سیاه طالبانی شاید بر بگردیم. 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美国一铁军阿富汗的局势就无稳定，塔利班武装分子已经掌握总统府。美国总统拜登冇伫白宫发表讲话，拜登是表示，美国军队无应该嘛袂使战死伫一场连阿富汗的军队家己拢无愿意消战的战争内底。美国总统拜登顶礼拜六休假用视讯听阿富汗情势简报，伊伫16日提前结束行程，登去白宫发表谈话，讲阿富汗的领导人早离开家己的国家。政府军放弃抵抗投降，拢强化美军撤军的正确性。The developments of the past week reinforced that ending U.S. military involvement in Afghanistan now was the right decision. American troops cannot and should not be fighting in a war and dying in a war that Afghan forces are not willing to fight for themselves. 拜登讲未后悔继续撤军的决定，也愿意承担这个效果的批评。英国首相强生伫咧内阁紧急会议了，希望理念同款的国家做点努力。We don't want anybody bilaterally recognising the Taliban. We want a united position amongst all the like-minded, as far as we can get one, so that we do whatever we can to prevent Afghanistan lapsing back into being a breeding ground for terror. 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内面的英国、美国加法国，拢对阿富汗撤侨。因为中国加俄罗斯拢讲伫喀布尔大使馆的正常运作。Ich habe in diesem Zusammenhang heute auch mit dem französischen Präsidenten Emmanuel Macron gesprochen und wir werden uns sehr intensiv sowohl über die Evakuierung abstimmen, aber eben auch dann über nachfolgende. I urge all parties, especially the Taliban, to exercise utmost restraint to protect lives and to ensure that humanitarian needs can be met. 俄罗斯虽然无主动承认塔利班，但过也无撤离大使馆。阿富汗边仔的巴基斯坦几多年来被指控甲塔利班暗中合作，塔利班占领阿富汗了，就随互伊挂交承认。另外边仔伊朗立场就正危险，因为这边是因一直伫咧对抗的欧美国家。另外，这边是因敌对派系逊尼派塔利班，所以因的做法是将外交人员迁到安全的所在。公司新闻陈伟林、蒋建光、齐家林编辑。来关心咱的友邦海地，伫14个市发生规模7.2的大地震，已经知影造成1300人死亡，也有5700人受伤。上届海是阁有风台花金，可能会影响救灾行动。怪兽伫逃救队内底开学，要救出受困的人。台湾友邦海地伫当地14早起差不多8点半左右发生规模7.2的地震，这个强烈地震互真侪徛起倒去，造成民众严重的死伤。Là, nous dénombrons 1297 morts, au total de 1054 morts dans le sud, 119 dans la Grand'Anse, 122 dans les Nippes et 2 dans le nord-ouest. Dans le moment où on a parlé là, nous dénombrons tout à peu près 5700 blessés et dans différents départements que je suis cité là. 这个地震造成1万徛嘅毁损，3万的家庭失去家园，和附近的拉比国家、哥伦比亚、甲墨西哥紧急用空运甲陆地边界送救援食物甲药品进入灾区。En este momento estamos transportando 14 toneladas que consisten en víveres, mercados, mantas y también vamos a llevar agua y unas plantas eléctricas para apoyar el apoyo a esas personas que tanto lo necesitan. 救援人员把黄金救援时间努力要把受困伫逃救队内底人救出来，因为附近的海边有一个热带风暴格瑞斯，特别伫当地16到17登陆侵袭海地，到时阵强降雨有可能造成抢救的困难。为此，联合国官员嘛要求建立一条会当软过武装组织团体的人道救援走廊，协助灾区。
So UNICEF, we are really calling, advocating and calling for a humanitarian corridor in Haiti to allow a quicker and safer transfer of goods and people to the south. So 美联社报道，今麦有社交媒体采访到其中一个武装团体，表示愿意听证帮救援物资过去，不过这个消息目前也无得到证实。国际新闻台是董炳义。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阿富汗的局势真紧张，欧盟各国的外交部长甲 G7 的高峰会，拢决定要开紧急会议，防止塔利班伤害人权，要保障女性的安全。来关心中国的国产预防社受质疑，即卖有香港机关家己压空，讲伊伫2月份的时已经完整做好2档预防社，但过抗体浓度却日头咧下降，可能到9月份的时，就预防社就无效啊。来关心日本即卖疫情是真热辣。日本即马打算要针对京都、静冈等7个所在实施紧急事态，另外嘛计划要予民众做第3档预防社，所以日本即马打算阁要加买12000档辉瑞 BNT 的预防社。来关心昨在行政院甲立法院的民进党团有进行5倍券的讨论，到尾行政院是决定民众唔免家己出钱，就会当领到5倍券，上紧伫10月初要开始实施。那为着要推销数位版本，嘛会增加优待。国民党真侪位立委到行政院大门口也加钱，看无爱5倍券，发现金才实在。要求进入行政院，却为案经历阻挡，双方相杀冲突。因为这个时阵，行政院甲民进党立委讨论5倍券的会议正在进行，互无受到邀请的国民党真不满，批评讲这是秘密协商。现在正在密室协商，苏院长只愿意跟执政党的委员对话，我不晓得他们是派系在对话，还是真的在接受人民的声音。5倍券安怎法，毋若国民党有意见，民进党立委原来有声音。这场行政立法协调会议为16早起9点开始进行，有45个民进党立委参加，30个轮流发言。经过2点钟，会中达成共识，确定全民毋免阁摕1000块出来换5倍券。行政院长苏贞昌是讲，因为今年经济成长率预估收关到5.88%，可望创下11年新高，少1000块由政府全部负担。我们今天大家达成共识，就通通不用付1000块，就可以领到5倍券5000块。因为大家已经很习惯5倍券，所以名称还是叫做5倍券。它是限期使用的现金，而且会长高长胖的现金。就是在考虑到整个疫苗覆盖率嘛，所以10月初最有可能。应该是这样。5倍券预定10月实施，同时有机会以所谓加度的方式来照顾小店面、路边摊。苏贞昌希望利用5倍券来创造内需市场。若是国民党提出发现金的诉求，苏贞昌讲5倍券是有限期使用的现金，透过加度协助店头进行各纾困。亲像日本安尼发现金，大家拢甲捡起来都较可笑。记者综合报道。加强请做伙关心咱国内的本土病例数。昨咱的本土病例有新增加8例，目前咱台湾的本土病例计共14477例。咱来看伫各县市的分布，目前咱台湾的病例数超过4000例，县市有新北市，新北市有6859例，台北市有4841例。超过200例以上的所在，伫桃园是793例，苗栗549例，基隆316例，彰化有273例，台中有207例。昨昏并无新增加死亡的个案。目前咱全台湾的本土病例加上境外病例，计共15862例。本土病例部分是占14477例，这个统计是疾管署上新的数字。在地上大条来关心湘北的疫情，新北市昨昏有新增加6个本土病例。那这6个因是亲戚朋友，之前有小酒去花莲佚佗，了后呢就确诊，即马感染源也在对查。台北市是阁新增加一个外籍移工去画着，嘛是还未找到感染源。新增个案
新北市16增加6例本土病例，5例地区隔离阴转阳，1例新增全台上济。这6例是家族到花莲旅游了后采检确诊，感染源也爱厘清。这1例新增个案住伫邦桥，初2到初10捌甲家族到花莲旅游，初7到初9是甲新增1回。邦桥2位亲友共车食物件，经过地区隔离甲采检发现，永和囝婿查某囝甲新增的朋友 PCR 拢是阳性。4例住伫蘆洲的集场同事，其中1例个案 CT 带32，怀疑这可能是原始的感染源。从板桥一个个案以后，确认是家属同游，也确认在整个台北的职场里面有同事匡列以后，我们在怀疑这个 CT 值32是不是最早的感染源，或是目前还没有这个发作，还在高点的当中。所以我们还要继续去厘清楚。台北市16增加1例是外籍移工感染源不明。昨天加1哦，今天加1，你知道哈？但是我们这2例都是属于那个没有身份证、没有健保卡的外劳，大部分可以清的我们都清掉。现在就一些比较隐晦的案例，你知道哈？比较头痛。过来疫情转好，国民讲台湾内部相对安全，不过全世界疫情退烧，边境管制更加重要。台北市也放宽吃娃娃机店的限制，为原本爱随时有人伫现场管制，改做每点钟巡逻清消。高速地营业时间是早起8点到暗时10点，缩小出入口，强制挂喙罨，禁止饮食甲部分。记者综合报道。中共有一个员工顶一日去做莫德纳预防针了后，上班上到一半煞昏去，送病院救无转来。家属即马是指控讲死者是因公死亡，要求中共要用较好的条件来慰问家属。中共是表示，敢是因为公务死亡这部分要经过调查才准算。死者后生讲，因为阿嬷也伫咧，所以家属决定唔解剖，以免长辈无法度接受。伊伫立委的陪同出席记者会。57岁死者是中共领班，10时下昼自莫德纳疫苗了后，回去厝休困。15起床，认为身体无异状，前往中共上班。伫户外工作一段时间了后，回去休困室，身体各样陷入昏迷。3日急救不治，家属阁指控现场无 AED 急救设备有欠点。或者说，这样子不能从优抚恤吗？还是递补一个人进去这样子等等的做法。家属强调，死者是伫职场中死亡，应该以因公死亡将有复述。对此，劳动部代表强调，相关劳动调查进行中，也会将主要标定因素列入考量。那做完以后到休息室休息，那这一些都算是一些原因上面可能会触发本身的一些疾病啊，或者是一些可能打疫苗的后遗症。那这样子我们都会一并纳进来。我们都现在还是以安抚家属、协助家属怎么样去做好这个料理后事，让这个是比较重要的。总是有公司的一些抚恤的制度啊，要按照怎么样的一些状况该做自己的一些的处理，总是有它的一些制度在嘛。中共强调，事发迄天，就随通知高雄的劳检处进行劳检，也有派员慰问甲协助家属。一旦起因调查清楚，一定会依规定办理。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咱来看咱台湾的高明鹰是第一级的保育类的动物。最近，屏东的林管处也个屏科大学研究室有合作，记录高明鹰的收，也个鸟仔囝成长的过程。所有影片即马拢放伫网络，看了真古锥。高明鹰的鸟收拢伫个草仔堡内底，暗时看到高明鹰阿爸掠一只鸟鼠转来，5只鸟仔囝抢要食。高明鹰鸟仔囝规身躯白色，哪亲像棉球，毋过愈来愈大汉，就变成蓬果面的妖怪。屏东林管处最近把这个影片放伫网络，互大家看到高明鹰古锥佮奇怪模样。研究人员嘛发现，高明鹰会使用人工的车架。幼鸟快要离巢的时候，我们有帮它上那个黄色的脚环。那个黄色的脚环是可以在夜间被辨识的，所以后来有几只幼鸟离巢之后，在其他地方的栖架被我们拍到，那我们就知道说，这只幼鸟它是谁，然后它是从哪里出生的。屏科大鸟类生态研究室伫屏东高明鹰会出现的所在，设置21个车架，经过1冬多的记录。
这嘛是因第一摆做高病因个体检测，目前估计全台敢若剩300-400只高病因。吃了老鼠药的老鼠，然后就是2次的中毒的情形，然后还有就是非标的的鸟网这些的危害，造成它的一些生存上的压力。那我们透过这一次的研究发现，确实是这样的情形。研究人员希望透过影像了解高病因生活的所在，嘛推广无毒的环境，让高病因数量会当豆豆啊增加。记者邓亚文为做屏东报道。南投集集的特有生物保育中心是发明新技术甲新型的药剂，透过吊大重的方式，把这药仔注入去树根，来治疗治疗树干的红红木。伫咧南投集集民权街，最近发现有红红木去染着树干，也受到热带灵芝的侵害。公所赶紧和农委会的树医生来替这的红红木检查诊断。除了这一棵以外，通常旁边的或许会有孢子的飘散，可能也有问题，所以我们对于邻近的也去检测，发现其实也有禾根病。南投集集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特别研发新技术和药剂，利用吊大重的方式，将药仔注入去树根做治疗。按2到3个月就会有效果。幸好我们特试中心有发明一个新的技术，就拿那个非农药防治，从那个抗病的耐病的植物里面抽取一些成分，可以抑制这个病原菌。从这个民权路的这些枫木呢，这个病症比较严重5棵，然后开始做医治，之后呢也会继续的普查其他的树木。因为树仔若破病，就会规丛徛黄，干那会当扑掉处理。即马有树医生的检查和直升保育中心的治疗技术。或者已经活有30冬的红红木，会当恢复健康，继续生长。记者综合报道。伫南投鹿谷的民众地的迪加拿，这是民众散步的好所在。顶南社区发展协会看这个步道真长，拢无所在休喘，所以专工用在地迪啊来做医疗啊、医啊，来互民众伫行步道的时会当休喘咧。伫青山内行路行甲忝啊，真需要一条舒适的医疗来休喘。南投鹿谷的德南社区发展协会真大心，伫民众德南古战场和中原圳步道，沿路放几条椅仔，互行搭的民众通休困。两个方向的游客都非常多，但是往常有游客反映说，走了那么长的路，却没有一个休憩的地方可以坐下来休息，所以我们有听到这样的声音呢。1788年，林松文带领众人反抗政府，这个民众德南也是事件当中一个重要的古战场，即马是正做民众散步的好所在。再搁一路通到另外一条中原圳步道，不过有人反映讲，希望会当放椅仔，互人休喘。德南社区发展协会就利用在地出产的民众竹，请居民发挥创意来设计做椅仔，行到脚酸就医疗通坐。我们竹林社区呢有设计了一款那个竹爽椅，原因是因为我们在地特色就是我们的梦中竹。那竹子呢在古早时期就是长辈他们就是拿来做那个椅条，长条形的椅子。那我们现在把这个设计呢，就是再创新一下，那结合我们的比较耐用的铁材，然后设计在竹林里面可以让游客休憩的椅子。鹿谷德南在地民众竹是清朝时代引进，竹笋通做料理，竹也真适合摕来做医疗，民众也坐甲安心。记者综合报道。新外消息来关心，上北地区已经开放国中、高中1年升3年，每年要考试的这学生囡仔会使去学校上幼儿的辅导课程。台北、新北甲桃园嘛，拢已经宣布讲9月7日高中以下会照常开学。不过桃园即马嘛讲，若是学校内底有一个人确诊，安尼规学校就要停课，会停14天。实体暑期辅导课头一天，老师甲学校拢真欢喜，一入去学校就需要先量体温、分流上课，搁全程挂喙罨。昨日开始，各高中针对2升3开放实体暑期辅导课，为9月开学做准备。台北市首先确定9月7日高中以下如期开学，以实体上课为主。一个学校有2个班或者2个这样的确诊，当然就是全校必须要停课。甚至我们想到说，一个行政区如果有达到1/3的学校停课，那就全区停课。不过，像烫喙罨的片仔课，也是集体接触的篮球课，目前暂时无开放，也考虑到有一寡家长无放心，会当请防疫假。
北市府估计每一班有10至15趴会穿防疫甲，穿防疫甲的学生规划3种线顶教学方式，包括自行一班线顶教学，还是伫厝公布收看，还是小规模4班线顶甲实体谈做伙教学。新北市也宣布为9月初1实体上课，不过游泳课暂停，豪华天数袂当进入学校，航园场地也无开放甲租出去。9月1号的开学，其实我们是采取的实体授课为原则。那至于线上上课，是要有教职员工生确诊以后才会采线上。双北干部开学，汤圆也得做全市306间国小到高中，将伫开学前完成消毒。高职员做疫苗率哇高成高，只要后来一人确诊，全校停课14天。如果有1人确诊，就全校停课14天。那停课的期间我们要做远距教学，所以每个学校也要做这个停课不停学的准备。汤市有计18到23完成国小消毒，24到30完成各高中。另外，校外教学甲毕业旅行目前拢无开放。等待中央指示，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家己南靖火车头边啊的铁路宿舍最近传出要拆掉的消息，这是引起地方的关心。昨昏文化部长李永德甲嘉义县政府有同齐去巡视县城古迹新港乡林凯泰诊疗所旧宿舍修复的状况。文化部长嘛答应讲，伊会去关心铁路宿舍的情形。听当唱未来规划报告，文化部长李永定16载时来到嘉义县，除了要了解蒜头当奖载责计划进度，另外一项重点是要来新港看县城古迹林凯泰古厝修理的状况。那这个建筑物本身还有人啊，在台湾所扮演的重要的角色跟位置，那部长会全力支持，让这个地方未来可以营运变成新港地区最重要的一个人文的聚集点。嘉义县最上向南靖车站边的铁路宿舍传出要拆掉的消息，引起嘉义县市文史团体的注意。李永德表示，会阁请文化资产的单位来了解。伫宿舍边的南靖国小嘛讲，宿舍若是会当保留，对在地历史教育有正面的意义。这个南靖车站的部分还有那个糖厂的部分在做这个文资的审议那这个东西是不是应该包括各位所关心的宿舍群那个我请我们文资局再进一步去了解台铁这些建筑的保存如果能够保存下来，当然就学校的角度跟历史来讲，跟学习来讲是很重要的一环。铁路宿舍进前经过文资审议了后，判断无保存的价值，所以代替才要拆掉。不过文史团体认为，南靖灯厂甲车站应该要做伙保存，才会当代表南靖的商业历史。希望相关单位应该要重视。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文青县伫昨昏特别举办第2连线记者会，宣布要同齐举办活动，会伫日本东京的册店展览咱台湾的文学作品，望日本人、日本民众透过阅读，会当加入咱台湾的历史甲文化。1867年，美国商船罗梅号伫恒春外海发生船难，船员意外踏入台湾地盘，发生一连串无共族群的冲突事件。佮以台湾白色恐怖做背景所创作的校园悬疑历史片《环校》。也是忘记了，还是害怕想起来。无论是斯卡罗的原型小说《咖喱花》，也是改编电影《环校》的影集小说，为8月16日开始伫日本的册店展出，希望日本朋友透过册本更加认识台湾的历史文化。因为我觉得台湾的特色就是一个多元融合，然后有创新，然后有历史。日本一般对台湾的过往的一些历史可能会有一些兴趣，然后日本应该说在台湾其实蛮多故事去，所以让日本有共鸣。文青院举办的第2文化交流活动，脑来旅行台湾，要伫日本16间册店进行，展出超过50部的台湾文学作品，参讲座活动，也特别邀请政务委员邓峰担任台湾主题讲师。台湾是融合了非常多的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血脉不同的认同，所以在这边所创造出来的这些文化，它既可以去跟我们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文化互相对话。根据交通部观光局统计，2019年日本来台湾的旅客头一遍超过200万人。不过，这阵受到疫情影响，国际旅游受限制。
这边伫日本册店的系列活动，希望透过文学作品，让日本民众有来台湾佚佗的感觉。记者杨淑晴、谢桂林台北报道。即马时代是愈来愈进步，科技嘛改变咱的生活，真正真侪物件互人料想袂到。亲像讲未来会当甲资讯装入去目睭内，这是真正有影。因为真侪间公司即马正在研究智慧型的稳形目镜，甲这晶片放入去稳形目镜内底，佫会当甲手机啊相连接，所有的资讯会当直接出现伫眼前。现代人怎么定定用3C 产品查资讯？不过美国有科技公司更加进一步互资讯直接显示伫你的眼前。You can walk around with a heads-up display 24/7 in your eyes. 加州这间新创公司因为是甲扩增实境 AR 甲稳形目镜结合，互距离、地图、健康状况等资讯，直接对稳形目镜会当看到。Started from the safety and the efficacy of contact lenses as they are now. And then we worked out how to integrate circuitry into those kind of lenses. 因为是用软式的镜片，戴起来较舒适，因讲甲现有的产品来比，智能稳形目镜上大优势是无目镜轻。When Google Glass came out a few years ago, people didn't want to adopt it because of the fact of the aesthetics. 共款也伫咧加州的模拟环境，是用定式的医疗级的镜片，顶头装微型的 LED 显示器。We can pass data wirelessly to that display, and it projects it onto your retina. 这两种智能稳形目镜，拢会当甲手机连接操作，将资讯传送到镜片。模拟环境也可用目睭震动追踪的原理，判断使用者对倒一寡资讯有兴趣。这两种产品目前也搁伫咧研发的阶段，不过因的技术显示，伫无偌久的将来，将资讯直接放入去目睭内，真正有可能。公司新闻市万玲编辑。教育软体除了会当找交往的对象，嘛会使找家己有适配的动物伴。这是德国有一间动物收容中心，替流浪猫仔、流浪狗仔翕水水的相片了后，放伫平台，真正成功替流浪动物找到主人。伫咧 Tinder 交友平台，想要找对象的人真多，相片在你境，不过看看哪有一只狗的相片，因无放唔对。因为若真正找无适合的人，找猫狗来陪你也袂歹。德国慢慢行做新冠肺炎的阴影了，有一寡猫狗互人放杀。慕尼黑一间动物收容中心就甲 Tinder 合作，互心内寂寞的人有猫狗会当陪伴。Also natürlich hoffen wir, dass wir die 15 Tiere, die wir jetzt eingestellt haben, wirklich vermitteln können. Das sind ja auch, wir haben ja auch bewusst jetzt nicht die niedlichsten kleinen neugeborenen kleinen Kätzchen genommen, sondern wirklich auch Tiere, die ich sag mal ein bisschen eine Geschichte haben. Und wir hoffen natürlich, dass diese Tiere auch langfristig und nicht nur für ein paar Wochen wirklich einen neuen Partner, ein Perfect Match finden. Tatsächlich. Ansonsten war es uns einfach wichtig, dass wir darauf aufmerksam machen. 就亲像一般人要去 Tinder 交朋友进前同款，这款动物也爱翕几张相片放起哩。林名师替这只户名叫做可可船长的鸟，翕几落张正细相片放伫咧平台顶，真侪人有兴趣。Also es gab tatsächlich schon einige Anrufe, wie es dann aussieht. Man hätte den und den auf Tinder gesehen und da werden jetzt Vorgespräche geführt, dann werden Leute eingeladen. Also Resonanz ist der Wahnsinn. Es explodiert überall. 动物收容中心的工作人员讲，人甲动物拢会感受到孤单寂寞，希望透过Tinder的媒合，会当互因找到适合的对象。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天气报你知，今仔日中昼的时，各地温度会较悬，会较恶热。啊，若大台北地区甲山区过大了后，是爱细至西北风。明仔方面会落南，方面会较微。拜三、拜四天气会加较无稳定，提醒报予乡亲知。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4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3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3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2度。外岛的温度是26度至32度。
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祝您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